再来看早起哦，宜兰的地方法院发现，讲有一个56岁生出来的查甫人，伊要入去法院经过 X 光扫描机的安全检查的时候，发现伊的鼻仔内底有一粒青紫。法院就随报案，这个查甫人是表示讲，这是伊进前捡到的，一直放伫鼻仔内面，伊家己嘛袂记得咯。警方是表示讲，会先来送验，看这粒青紫敢有危险。 民众只要进入法院，拢需要经过电工扫描机安检，确认鼻仔内底敢是有杂违禁物品。验过30早起，一名查甫人到宜兰地方法院要进行进一步协商，结果鼻仔经过电工机，和法警发现内底有一粒青紫。刚才进来，我问他有没有携带违禁物品，然后我就过 X 光检查，然后看到1颗子弹。几点？ 民众鼻仔经过电工机，内容物看甲清清楚楚，只要呈现颜色，都是金属制品。宜兰地院法警讲，过去查验鼻仔发现到的违禁物品，多数是凹刀啊、美工刀、夹刀，也是棍仔等。要过查到青紫，也是头一摆。姓蔡查甫人讲，是伫工作的时阵发现青紫，因为好爽就放伫鼻仔内底，早都袂记得。警方确保了后，随将姓蔡查甫人带回调查。哦，安尼真就是我做工袂拢有夹刀后尾啊。 警方依法代为蔡男侦办，子弹将交由鉴识人员对该子弹进行鉴定。后续警方也将调阅监视器影像追查该子弹来源。 宜兰电院表示，凶器也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物品，拢袂当早入院内。细查查甫人行为恐惊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，相当会当处5年的徒刑。警方初步调查，细查查甫人是伫今年5月，伫梅花湖捡到枪支，专案会先将枪支送检，确定敢是有杀伤力，才决定侦办方向，佮积极追查枪支来源。记者综合报道。